OK， 慢慢来，一句一句来，同学跟着老师来。Which one day？蜜瓜饭和零。哇！然后请大家仔细听，正式的场合或者尊敬别人的打招呼方式，就是说木然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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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单不简单？简单。Which one day？再来一遍。Which one day？然后另外同学你也来。蜜瓜饭和零。哇！他说尾团的，另外同学他就直接回答我，你团叫什么名字？饭和零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知道怎么说吗？乱的语。Which one day？尾团的，你看我教会了。OK， 第二个步骤有 A 说尾团的。Which one day？ Which one day？ 尾团的，尾团的，你团米希果，大写字母，你团米希果。我的学生尾团的。蜜瓜饭和零。接下来最后的一步就是很高兴认识您。没办法，我在这儿写吧。哎，会说很高兴认识您，用礼貌方式对市民互问问呀。OK， 慢慢来，一句一句来，同学跟着老师来。去市民，会市民，去市民，互问问呀。互问问呀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会市民，去市民，互问问呀。互问问呀。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。我的这节课到这儿结束，老师。教得很好，很清楚。